最近睇評論區，居然仲有人唔知道飛紅中係咩意思喎。我哋嘅規矩呢，飛紅中之後再自摸就可以 double 嘅。飛紅中失敗嘅話呢，我哋都唔需要罰嘅。因為如果飛紅中失敗要罰嘅話，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飛啦。其實飛紅中都係俾咗人哋機會啊嘛，所以就我哋覺得唔需要罰咯。OK， 睇下今日我點樣飛紅中啦。入隻4筒叫糊啦，嚟隻2萬咁就優化一下叫糊啦。我就喺度擺翻正個鏡頭啦。呢個8萬因為係上家打嘅，我覺得我一係唔碰，碰咗我就飛紅中。啊，這個就叫專業。飛紅中如果可以正張自摸嘅話，係收益最大化。正張自摸2隻馬翻倍，你話爽唔爽？我頂下街碰4萬喎。呢個時候我的心已經涼了半截啦。想體驗同樣咁刺激嘅紅中麻雀，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麻將，加香麻雀裏面就有同款嘅玩法啦。給你點鼓掌！爽啊，真係爽啊！咁都俾我摸到1萬喎，中12隻馬翻倍即係24隻。爽！OK， 睇第2鋪，呢鋪起手就2隻紅中啦，而且啲牌都好順喎。好，第1隻牌就叫糊啦。呢個時候其實我都諗緊，只要有得碰我都會飛紅中噶。嚟隻6萬，咁就改4、7萬啦。好，1筒出現啦，碰咗佢，一係拖牌，一係飛紅中，我最後都係選擇飛紅中。我感覺有人在挑釁我。啊，這個就叫專業。原來上家周周都有2隻紅中，佢都叫緊糊啦。好，上家碰係咪上碰下自摸呢？OK， 多謝晒4萬自摸。好，中4隻，即係8隻。第3鋪呢度講翻上一個視頻，對家奇蹟咪話佢食咗頭糊，跟住2個鐘就已經輸穿底嘅。喺我直播嘅時候，對家奇蹟就已經輸穿咗，就轉位之後，哇，佢旺到飛起啊！真係個結果係意想不到，輸穿底嘅人最後佢變咗贏3家喎。我本來係贏最多噶，不過最後就變咗輸最少咯。OK， 呢度入隻5萬叫糊啦，叫2、5、8萬同埋3、6筒。OK， 多謝晒2萬自摸，中4隻馬。我啲馬呢就真係太細啦。睇第4鋪。好，連續2碰，而家可以叫糊啦。呢度我考慮緊叫對碰定係叫2、5、8索，最後選擇咗叫對碰，因為叫對碰嘅話呢，碰咗又可以飛紅中，又或者拖牌。OK， 摸紅中就自摸咯，中9隻馬。第5鋪。摸隻紅中又俾人射走咗。姐姐，我的紅中被封跑了。要你說你不來，氣死誰啊？走。
好，嚟隻七索，咁就叫3、6索啦。OK， 即叫即食，原來個個都唔自摸等我啊，又係細馬，點個關注再走啦。